梅菜 Q 鳥客祭壇。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各位！恭喜發財各位啊！真係萬事如意啊！牛年行大運，福星高高照，吉星日日照啊！各位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吃到人很皮嘅。啊，這好事嘅。再來牛年。啊。而家講個解從係年年嘻嘻。年年嘻嘻啊！啊，有年年都要嘻咯。有牛年行大運啊，各位記得啊！又係大後一年啊，係咁啊！不過同大家講下咧，最近咧咩要大小門講啊，按多種汽水碟嗰沙士排嗰嘢冇？係咩？啊，咩事情？以前大講過年啲沙士好晦氣啊！做咩？其實也冇算嚟，也係年大做一扎排行榜啦，投票或理的嘢啦，你提到你那個擺啊，這種汽水啱出嘅時候啊，叫做樓上嘅嗰樓上好多種食嘅嘛，係冇？叫汽水要到年代就會買夠5種食落批嘅嘛，啊，就似個方式咯，就算南洋講真，那都會去擺嘅老年人咯，就有時喺那樓上買啊，係冇？其實係算咧都會特別同特別要嘅唔知。係咯，其他地方都冇碰過要啊。係咯，所以啊，都會自家本身而家好特別咧愛要嘅東西。文化嘅。到你喺嘅啲，你都可能要老年家唔變到講屋下講買花講種花啦，客家花米啊，就太上一講恭喜發財，萬事如意，牛年行大運咁樣講出來啊，講俾咗老年家聽，有冇個歡喜啲啊？你看啦，啷講都講我記啦出嚟了，你都也唔有咁好難嘅啦，就照人講好了，就照人啲都同事好聽啲咧，就照人來翻咯，冇買嘅。過年都講嗰啲後話。係咯。你係你就你說按鬧皮皮，你呢叫皮皮買啲小二來先啊。過完年咗就生埋皮皮。又冇皮皮咁多年。係咯。我看設價多啲啊。然後咧，你就最近政府你出去變卦，你點幾又講其他對呢個奇奇怪怪嘅東西，就看下就好了。我哋做下就設價嘅東西，愛遵守，愛數規矩嘅東西就數好來就好了。首先睇計人就真係在因為啱畢業就約平啲出門咧啦。冇咯，點解唔好出去咯？點解？但唔好出去就唔好出去咯，點解？好好嘅幹後來先，幹後到設價先，真係講研究啊！我哋最重要嘅。哦，好啦，安妞啦，好啦，拜拜。當呢個啦好歡喜嘅東西，當講下就好了。恭喜發財。恭喜發財各位。好，拜拜，記得啊，做買東西。like 下啊，款向下咁樣啊。OK 啦。要就恭喜發財啊！人哋要記飛 con 曬嘛，日又唔裝暗藏，啲冇變咗攤到啊，就幫你講嘅花咁樣啊。這樣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。其實我。